家平安今日早起，咱要来开始这个提摩太前书甲后书的讲读拢总有17讲今日早起，咱要来请庐山长老来带咱大家做开始的祈祷。咱做来祈祷，听他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6月初1的透早，主，阮就决心定义要来跟对你。感谢你对阮的看顾，感谢你对阮的帮赞。阮也要用着阮每一工的阮的读经，甲阮的祈祷，阮来跟对你。阮要用读经祈祷，阮要来紧紧聊聊你，互阮知，阮主你对阮的定义是啥物？互阮也搁较会当为阮的读经祈祷当中，主，阮相信，阮会得到搁较侪对你来的信心、勇气、望甲智慧。阮要开始今日早起的圣经讲读进前，阮来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好，多谢。咱今日要读经节是提摩太的批前书第1章第1节到20节。咱要请家军来带咱大家来读。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节，请安，我是保罗，照咱的救主上帝，甲咱望的基督耶稣的命令，我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写批互提摩太，信仰上我的真囝，愿爸上帝甲咱的主基督耶稣赐你稳定、灵敏甲平安。谴责错误的教义。我要去马其顿的时，有劝恁着留伫以弗所，通命令一寡人，毋通传别款教义。第4节，嘛毋通浪费精神伫无影者的传说甲落长的族谱，因为这只有会引起辩论，袂帮助人用信了解上帝的计划。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得到仁爱，这个仁爱是对清气的心、清白的良心，甲纯真的善心。有人对这个偏离失迷的空虚的谈论，因连家己所讲所主张的都无理解，阁想要做律法教师。咱知人若真正使用律法是好。咱嘛知律法的制定毋是为着正直的人，是为着不法甲无顺服、无敬虔甲犯罪、无圣洁甲贪恋世俗、杀死父母、杀死人。第10节，淫乱、好男色、怪友人、讲白贼、做违建，也是违反健全的教义。这类的人，这个健全的教义符合应该得到称赞的上帝所交托我迄个阳光的福音。12节，感谢上帝的怜悯，我感谢互我溃烂的咱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伊看我做通信任，指派我做车用。虽然以前我放毒迫害，搁甲伊侮辱，犹豫得到怜悯，因为我犹未信无捌的时，才安尼做。咱的主赐我丰富到满出来恩典，互我得到甲基督耶稣结连才有的信甲疼。主耶稣临到世间是要拯救罪人，即句话通相信，值得完全接受。罪人中，我是第一歹的。毋过，我得到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用我这个
第一派的人来显明伊无限的耐心，通最后来信耶稣来得到永活的人的模样。愿尊贵荣光归伫万世的君王，永远存在，看袂着独一无二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免。我的囝提摩太啊，照以前关系你所讲的预言，我将这个命令交托你，互你通用这个预言去征战应该赢的战争。你着持守信心甲清白的良心。有一寡人放杀良心，得到信心，亲像船搁浅。中有苏米乃甲阿里山大，我已经将因交互撒旦，互因受教示，无过放毒上帝。以上。好多谢家军这个读经咱对今日开始要来分享的是这个提摩太前书甲后书拢总有17天的时间咱是早起7点开始天真暝的暗时8点是花季。提摩太前书是保罗的批信，保罗的批信拢总有13章，这13封的批信会当分做儒道的批信、家学的批信、甲教牧的批信。保罗伊的一生会当讲对信主了后，然后伫阿拉伯旷野去到转去伊的故乡大数，然后伫这个巴拿巴引带伊来到安提阿教会有3摆的旅行，第3摆旅行了受掠去到伫罗马要来受教告，所以有第4摆旅行。伫罗马2天的时间伊阁出来。然后有一段的时间了后，伫主前67年左右，才来顺道。然后伫历史的记载是主后70年，耶路撒冷的圣殿叫拆毁烧去。保罗的批信会当分做春夏秋冬春天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夏天是哥林多前后书、加略太书、罗马人书。秋天是加甲批信、以弗所、哥罗西、腓立门、甲腓立比，4封。冬天是提摩太前书、提多书、甲提摩太后书。所以这个4个阶站，春夏秋冬，春夏秋冬，那亲像看伫保罗的这个生平当中，会当看下。伊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伫第2届旅行的中间所写的，哥林多前后书是第3摆旅行中间所写的，这个加甲批信是第4摆旅行来到伫罗马的加甲所写的，冬天是伫伊离开罗马加甲，到伊第2摆受掠转来罗马的中间所写的，所以这就是保罗的旅行的批信、加甲的批信、甲教牧的批信。所以同样安尼，咱看到保罗伊13封的批信伫新约中间有真要紧的这个地位。今日咱要看这个提摩太，伊的信主呢是伫保罗第1摆旅行的时阵，提摩太才来信主。然后伫保罗第2摆旅行进前，提摩太就加入保罗因的团队，一直到伫保罗第4摆旅行对罗马受关押出来以后。保罗伫会当讲第5届旅行，伊来写这封提摩太的前书。提摩太这个人，伊是南加拉太地区罗斯德的人，伊老爸是希腊人，老母犹太人，自细汉学习旧约的圣经。伊真有可能是保罗第1摆旅行所引出的轨迹。提摩太妈妈甲外妈拢信主，非常的敬虔。我搁试着。然后跟保罗第2摆旅行时，提摩太已经有进步，所以拢互这第几兄弟学了，保罗就带伊出去传道。伫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的会议，有意外讲无需要基督徒受洗礼以后，毋免受割礼。但是保罗为着提摩太将来要伫犹太人中间来传福音方便，甲伊行割礼。提摩太这个人做人最细腻，但是较无胆。
所以身体嘛毋是真勇敢，圣经讲保罗讲伊有小可的这胃病，以前提摩太热心传福音，腓立比书保罗甲伊讲，别人拢求家己的代志，无求耶稣基督的代志，但恁知提摩太伊兴旺福音甲我同着我，对待我亲像后生对待老爸一样。所以保罗有3个属灵的囝儿，提摩太是排伫第一的。当提摩太开始顺顺，上帝透过保罗甲长老的hand手，互伊得到温顺。提摩太大部分的时间拢对保罗在服侍，甲伊同行同工同着我。保罗头一届伫罗马受关卡的时，提摩太嘛甲伊做伙坐监。然后保罗几啊摆派提摩太代表伊家己去看顾牧养遮的教会，包括比利亚、帖撒罗尼迦、以弗所。伫帖撒罗尼迦真后书、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立门书这6卷的批信中间，拢有看到保罗甲提摩太做伙伫这个批信的开始来写伊的名。另外，罗马人书、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这批中间嘛有讲到提摩太。所以保罗13封的批信中间，提摩太名出现伫10封的批信中间，会当知影这个提摩太扮演非常重要要紧的角色。当保罗最后一摆，也是第2届来到伫罗马关卡的时，提摩太袂当甲伊做伙，但是伫保罗去互斩头进前，是毋是有搁见到提摩太，咱就毋知影。伫希伯来书，知影讲提摩太家己嘛受关卡，后来有放出来。但是什么时阵、什么地点、什么代志，圣经就无互咱看到更加详细。这煞者无书来介绍，就是保罗伊对罗马关卡出来，以后伊可能的旅程。当保罗受第4摆的旅行来到伫罗马的时阵，伊2冬以后，伊就离开罗马加甲。咱知影伊有去到伫以弗所，所以伊伫以弗所佫去到伫哥罗西。另外伊将提摩太却留伫以弗所，然后保罗家己就去到伫哥罗西，伊佫对哥罗西去到伫马其顿的腓立比，然后伫腓立比的所在来写即个提摩太前书，互人踮伫以弗所的提摩太。然后保罗佫离开腓立比，伊佫转来到伫以弗所，去到伫即个克里特岛加利底伫即个岛上。然后伊将提多留踮伫克里特岛，伊人佫离开去到伫哥林多，然后到伫哥林多，伊伫迄个所在来写提多书，写互人伫克里特岛的提多。然后伊伫哥林多以后，佫离开去到伫尼哥波利即个所在，拄着冬天，伊随伫遐过冬天。咱伫罗马人书知影保罗有一个计划，伊就是想要去到伫士美拿，就是西班牙，去遐来传福音。咱毋知伊有去还是无去。那如果保罗有去到西班牙，伊对遐佫转来了后，伊佫经过哥林多，然后将以列多留伫哥林多，伊人佫去到伫米利多，佫将特罗菲摩留伫米利多，伊人佫去到伫特罗亚，然后到伫特罗亚的时阵，伊去互人报，去互人告，所以佫一摆受掠要去到伫罗马。所以伫特罗亚留下伊的即个外衣书和皮卷，这是伫提摩太后书阵咱会看到。然后伊就第2摆受掠来到伫罗马的监狱中间，所以伊伫迄个所在才来写伊最后一封批信，就是提摩太后书所以通过即个图咱知影，保罗伊的即个13封的批信，爱对照就是使徒行传。所以第1摆旅行，有可能写的就是写即个加略太书伫安提阿。第2摆旅行，伊是伫哥林多写帖撒罗尼迦前书，佫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摆旅行伫以弗所写哥林多前书，伫马其顿写哥林多后书，伫哥林多写罗马书。第4摆罗马的关卡，伫遐写即4封的批信。第5摆旅行，伊离开监狱出来以后，伫马其顿写提摩太前书，伫哥林多写提多书，然后佫最后伊转来到伫罗马监狱的时阵来写即个提摩太后书所以即个听起来有较复杂较侪的资料，但是不要紧，牧师会帮咱大家佫会来复习提摩太前书即封批信，互咱知影保罗伊的背景。嘛知影保罗甲提摩太之间的关系，
提摩太前书3个重点，头一个是提防教会中间假的先知、假的教导，因为当时真侪犹太教甲非犹太教的这思想，就是希腊的思想，诺斯底主义掺杂，互人毋是我靠耶稣来得救，是靠其他的知识，还是其他的行为啊。然后提摩太前书保罗也明确的指示教会安怎行政、安怎管理，然后用祈祷最要紧的工作。特别是教会的监督，就是长老甲执事的资格，甲伊应该爱有的品德。然后第三，教导提摩太安怎样做基督中心的奴仆，安怎对待教会无共款年纪的信徒，安怎处理有关教会中间的孤儿寡妇这的问题。今日的圣经集，这个是现代中译本啊，所以拄则家军看了非常的好。这个圣经中间咱当来看出第一段1章1节到11节，保罗伊讲着几啊位讲我是保罗，我奉主的名写命令，写批予恁，就是我信仰的囝儿。我希望你伫以弗所，我要去马其顿的时安怎宣布？然后这是上帝交托我宣布，所以这个我就是保罗。然后讲着你是啥？你就是提摩太，我的囝儿，愿上帝恩典怜悯平安予你。我甲你留伫以弗所，安尼吩咐你，你爱命令因来停止。然后佫讲着咱呢，阮应该讲这是咱就是包括咱的救主、咱的万，咱的主基督和咱的恩典，咱知咱爱了解，就是保罗、提摩太，还有其他跟保罗一起的同工啊。然后佫有第四个就是因就是有一寡人，这是传无正确的教义，爱命令因停止，爱因放弃这的传说甲落长的族谱，因为有这人。因为这个人，互人一寡人离开这个真道，因想要做上帝律法的教师啊，所以这是第四个。所以伫这段1节到11节，咱看到3个重点。头一个就是保罗爱提摩太命令因来停止。第二个，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激发听，就是要激发爱啊。这个仁爱是对清气的心。清白的良心甲纯真的信所产生的。第三个重点，就是这个健全的教义是第11节，就是根据福音。这个福音就是迄个应该的上帝所交托我来宣布。所以这3个重点特别是伫提摩太的这个第9节1章的9节10节，会当甲10条解来对照，就是这个代志是。这犹太人传统信仰的这犹太人因所遵守的，这是互咱有看到。然后这个第一段看到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命令，第二就是这个命令伊的拢总就是听。然后福音是啥物？福音就是有健全的教义啊。所以咱看到保罗伊将提摩太留伫以弗所，命令爱以提摩太命令。教会中间停止错误的教义，然后第三，因为因袂当明白上帝计划，这教义是只有引起争论啊，就失去迄个听，因为听是来自纯全的心、良心甲信心，若无听，就伫即个虚假的中间，就变做是空啊。然后福音律法本来是好，只要人来学伊来。使用这个律法，这个律法就是摩西五经，就是旧约圣经啦。但是律法是为着不义的人所设的，律法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律法是一个审判，代表上帝的治理啊、律例。但是呢，福音是啥物？福音是将这个律法变做健全，伊就是看见上帝旨意甲上帝拯救。所以上帝交托保罗来宣讲这个健全的教义、健全的律法。这是好消息，就是福音嘛。所以第一章第1章第5节讲命令的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得到仁爱，这个仁爱是对清气的心、清白的良心、甲纯真的信所产生的。第二段，咱看到12节到20节是保罗的一个对上帝感谢怜悯，伊就讲到我，这个我讲到我做。我感谢伊上帝赐我力量，掠我做通圣灵，找我来祝福。我真正诽谤伊，上帝怜悯我。迄阵我无信，毋知我在做啥，总是祝福我恩典，互我有信心。然后这
伊为虾米上帝怜悯我的原因，甲上帝对我即个罪魁，伊会忍耐，互我做伊的模样。我的囝儿提摩太，我将这个命令交你，我已经将这无信的人交伫撒旦的手。好，所以很多的保罗第一人称。过来就是伊哦，伊是啥呢？伊就是主耶稣基督，伊赐我力量，我诽谤伊，侮辱伊，总是毋信伊，但是伊呢，互我稳定，互我甲伊结连，伊来拯救罪人。所以咱看到伫这段，保罗开始甲主耶稣基督来结连。然后讲到你就是我的囝儿提摩太，上帝互你的预言甲应允，我将这个命令交托你，你爱话爱做你的武器来征战迄个好的征战，所以这是第三。第四就是这个人有一寡人因的信仰出了骄傲，19讲因的信用搁浅亲像船搁浅。就是触礁，其中有苏米奈甲亚历山大，才会因就是真行入到这个异端的中间。保罗已经劝勉，搁再劝勉，但是无要听上帝。保罗将因交伫撒旦的手，伊无过来侮辱上帝、诽谤上帝。所以伫12到20有3个重点。头一个就是保罗感谢主耶稣基督赐予力量。第二个，基督耶稣降世的目的是要拯救罪人。第三，保罗将这个命令交托给提摩太。所以根据这段，咱看到保罗伊的感谢，看到基督降世安怎拯救罪人，搁看到保罗劝勉提摩太就要征战迄个好的征战。保罗的感谢，就是因为伊受上帝差派来服侍主，虽望伊过去无信上帝，搁谤读上帝，但是上帝恩典，互伊会当甲基督来结连。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救世、救罪人，甚至罪人中间上界歹的这个罪魁这个贼仔头就是保罗。但是犹原当得到怜悯，表示讲其他人看到保罗得救，其他人都会当来得救。然后保罗伊家己会得救，成做世间会被信者的模样。所以咱袂当讲别人袂当得救，因为连保罗这种的大罪人拢得到上帝怜悯，咱嘛爱相信上帝疼世间人。最后就是保罗伊吩咐提摩太，爱照上帝预言，将上帝命令交托这个命令交予提摩太。这个命令、这个预言、这个福音，就是提摩太伊出去征战的武器。提摩太伊人伫什么所在？伫以弗所。以弗所教会，咱若看启示录，就知影讲，以弗所地区有7间教会其中包括以弗所。以弗所是这7间的教会内底上大的，嘛是这个时钟方向的这个12点的方向。伫这个7个教会，拢真有可能就是提摩太伊所牧养的教区所以咱对哥罗西书就知影讲罗底加，还有这个甲老底家旁边这个教会拢是同款，拢他着保罗的批信拢要传落去，都要传下去传到隔壁的教会去。所以提摩太伊所牧养遮侪教会这个教区伊就是爱将面对真侪真正假教师、假先知这异端，但是保罗伫批信也好，还是上帝伫这个圣经中间的话，就是上介好的武器。总是一寡无有良知、无有正确健全的教义，因的信用就来定论。所以保罗爱提摩太来预防这个代志所以1章20保罗讲：我感谢互我困难的咱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伊看我做通信任，指派我做车因。所以咱看到保罗伊安怎样来用伊家己做例爱提摩太来学习伊的模样，甚至伊嘛讲出伊家己就是一个大罪人。伊毋是讲伊是一个真伟大的宣教师。虽望保罗已经经过头前4遍的布道旅行，虽望保罗已经经过真侪生涯甲技术，但是伊并无认为家己是高高在上，伊认为家己是一个大罪人甚至伊离开罗马监狱，继续第5次的布道旅行，但是伊犹原知影伊家己的这个身份
所以今日这段的圣经，对提摩太前书的第1章到11节，1节到11节，咱看到保罗伊对教会命令，这个命令是听，这个听是出自福音健全的教义，就是福音。那无健全的教义就是律法，律法就是教死人但是福音是当教死人。了后第2段12节到20节，看到保罗伊对上帝耶稣基督的感谢，佮看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是要拯救罪人，然后保罗劝勉提摩太就要真正迄个好的真正。所以提摩太前书的第1章，咱看到整个这个批信的结构，甲保罗伊写批动机，甲提摩太伊的背景，甚至伫迄个时间、迄个地点、迄个地理，所发生的这个代志，咱会当更加清楚了解今日的经句是第1章第12节I thank Christ Jesus our Lord, who has given me strength, that he considered me trustworthy, appoint me to his service. 我感谢互我快乐的咱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伊看我做通圣灵指派我做差因。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多谢大家今日的参与。明仔载咱要继续看是提摩太前书的第2章，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通过保罗和提摩太的批信。看见保罗以传福音跑走，为上帝国来跑走的一生，留落来真水的脚迹，甲真水的见证，也看到忠心的提摩太，对于信主就开始来跟对保罗。伫保罗的身躯边，虽望规本的新约圣经中间，无看到提摩太讲半句话，总是提摩太伊所行所做所服侍所留落来伫圣经中间。咱看到提摩太的忠心，愿上帝也帮助阮，互阮学习提摩太，也学习保罗，也学习耶稣基督，会当做上帝所喜爱的囝儿，也会当做上帝忠心的奴仆，来宣扬福音，见证上帝国到耶稣基督过来。愿咱的献上基督恳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好，多谢大家平安，多谢。